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黄山雨水高，佮拄着大楼，中南部海水倒急，农作物甲温纳拢传出灾情，也毋过南部水库水量增加真济，可看进一步解读。日本央行宣布新利息，利率是对0.75%调悬到1%，是1995年31档来上悬，望国人小偷因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法务部调查局抓到353公斤的 K 他命，281公斤海洛因毒品走私，价值103亿，是有史来上大件。来看中南部这波黄山雨水是真济，云林的大西乡就因为落大雨，又搁拄着大楼，海水倒急，鱼温放弃，温的沙白鱼拢流走，为鱼温的水嘛变正，这恐惊嘛影响到蛤蟆哦。另外，屏东东港嘛有砖头，海水倒急，路拢积水了。怪手紧急时间用钢棒甲鱼运帮花的孔扎起来，要防止大排水搁再灌入去温啊。连续几日天大雨，搁有拄着大漏水，云林大西养殖专区的排水系统未堪一，地使鱼运帮花放弃，造成真侪沙目鱼流出去，损失目前也无法度估计。今天就破掉了哈。那里啊？那将近8米的地方，整个体都坏掉。我们就。公告现在抢险了。雨水正水入来窟啊，分油啊应该存活率存无3成啦。包括这届落雨，所有后壁混合的病变会非常多。养殖户表示，目前受到影响的养殖户至少6户，规个鱼运因为放花，已经互大量的大排水灌入去，厂商真悬，简单当用钢棒暂时扎咧，避免灾情扩大。爱等待天气转好，才会当换水整理。那屏东东港镇东镇里一寡路段，因为落雨加上大漏水，海水倒急，地使路面积水。这2条溪咧排水，你变做讲，若满潮无满潮，就是对水沟坑，阮的排水孔无倒灌啊。海水对阮的排水系统无倒灌起来啊。东港东镇里里长表示，16透早有一寡凹窟有海水开始入来，一直到透早11点积水才会慢慢提起。预计17会知影，抑个有积水的状况。未来希望顺利争取经费，甲路面贴管改善，因为海水倒急来淹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5连特别签订和平协议，所以美国4大指数昨嘛拢起，昨台股嘛是大起哦，今仔是无起啊，遐尼强，收盘是起412点。另外，日本的央行宣布新利息，利率是对0.75%要调悬到1%，利率嘛是31档来上悬的。说来，美国甲台湾的央行嘛要开利率决策会议咯，这恐惊嘛影响到股市的表现。拜美国收红，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起超过5%，各界预期台股拜二的延续拜一的气势。虽望早盘台股开悬，不过受到宽达国台积电反乌的拖累，台股是起起落落，气势收敛。不过犹原是稳稳徛伫咧45000点。这样要宣布升息，然后明天又是台指期平仓，后天呢这个联准会呢要宣布他们的利率政策。那所以呢，在这么多的这种消息面杂陈的情况之下，那投资人也比较不敢进场。专家分析，这礼拜台股因为消息面济，会持续震荡。头一个是16下晡，日本央行会公布利率决策；搁来拜三，台指期结算；拜四台湾时间，搁有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拜五台湾和美国股市拢休困。那台湾2大 ETF 嘛正式换股，迄天也搁有美国事务日，拢可能成做股市变化因素。今年台股多头行情嘛，带动国内高端消费，国内观光饭店的头人金华酒店认为，无论是大房、餐饮或者是精品消费，拢相对有利。出口带动的这个景气是非常的旺，国内一般民间的消费其实是也有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正面的影响带动。那当然，但是。大体来说，民间消费还是比较缓步成长，没有这样的双位数的这种出口的成长。分析师认为，台股经过这礼拜多种消息面影响，震动盘整的可能性大，这对科技坐底有帮助。下礼拜有机会再挑战观点。记者综合报道。拜
5到5日咯，总统赖清德早起去陆军关渡指挥部的后山营区，这个军人是负责台北都会区的防卫任务。总统嘛是查防空、接阵演练，佮有副修者飞弹车的操作，参观电政大楼的设施，马上加菜金给军队。就在下个月，关子部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刚刚我也看到。 在这个月初，实弹射击成绩优异的 Arti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这充分展现出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兴科技的具体进展。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 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总统表示，讲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增加真侪新兴科技来强化无对称作战。针对国防特别预算防台检，总统嘛强调讲，政府未放弃，会来正做是国军上有力的靠山。另外，总统嘛去视察松山雷达站，这嘛是台湾北部雷达的重心哦。负责24点钟侦察大海，掌握中共军机军舰的状况，随时来应变。 再看陆军官校建校102年的校庆早起举行 ，N1A2T 战车嘛头一届伫高雄展示。虽然今仔早起又天气无好，落大雨，也毋过活动有照常来举行。陆军司令李坤修是鼓励学生讲，军人毋那只是一份职业，是关系到国家生存甲发展重要的职业。 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头一届伫咧高雄登场，也个海马斯德港火箭复修者飞弹车、参通信干了增速车规排甲展开，展现国军的实力，嘛祝福陆军官校校庆。16早起高雄的天气犹原无稳定，连咪上大雨，连咪搁出力。不过陆军官校表示讲，活动照常进行。一流的装备必须搭配一流的人才，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战效果。各位未来都是要实际。 操作这些装备的，你们必须要让自己能够与最新的装备来匹配。培养真侪优秀军官的陆军官校，今年是102档咯。学校内底8个的学生来参加校庆阅兵的活动，各校友学生的家属，因有校友风纪集团董事长施志宁翁阿某到现场来观礼。当初到美国，我想要去学习的是美国军事方面不同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教育环境。 那在美国期间，我2、3、4年级也都有担任干部，都没有看到家里，也没有后悔来到台湾，然后交很多朋友，也今天能够站这里，不是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 陆军官校表示，无人系统、人工智慧，也有网络、攻防等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军官的培训会对上时代发展，也有新形态威胁，培养出更加符合未来战场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美国商会今仔发布2026年台湾白皮书，建议台湾甲美国应该先强化经济安全，改良法规来成愈侪投资。嘛建议台湾甲能源论线甲电网的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 美国商会75周年，2025年台美双方贸易达到2560亿美金。同时，美国嘛正做台湾第一段贸易的优判。若16正式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搁一届提出建言，认为台美之间应该优先合作4大领域，包括强化经济安全、贸易甲投资，也搁深化科技合作。This agreement create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deeper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should be actively strengthened going forward. We also urge continued improvement to 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approval process and greater alignment between local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美国商会强调，台美之间利用 ART 发展更加密切的经贸合作。另外，面对301条款的调查是强调，这唔是干那针对台湾尔，认为讲这是双方对话的好机会。另外，美国商会嘛认为，台美之间应该爱做伙联手提升能源，也有基础建设的论性。嘛强调，这唔是经济议题，是国安的问题。嘛建议台湾应该将能源的论性，也有电网的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针对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能源建议，因嘛正向来看待。The key thing is predictability, stability, continue to enhancing the grid,
and we see progress in that area with our members. Our members are all looking into that. 白皮书内底嘛讲到，对美国华府的建议，提醒美国的企业伫台湾营运，这双边经贸的关系会对双方带来明显的利益，包括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对着吸引更较侪投资拢真有帮助。台湾的企业嘛咧投资美国，应该避免去互双重扣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6月2日要带跨党派的立委去美国来进行7天的国会外交。目前是了解讲访问团会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嘛应该去华府甲国务院的官员，佮有参众议员来见面。另外，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回国咯，也毋过伊是无公开谈话。国民党嘛强调讲，已经有表达咱台湾社会无共款的意见咯。早，谢谢大家早，大家早，谢谢。在咱透早到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继续2礼拜嘅访美国行程，到飞轮机了后无做回应。也那野党内头人最近小连续出访，除了郑丽文，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拄对澳洲转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是14到新加坡参与世界城市高峰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受邀请，按算2到27带跨党派立委去美国推动国会外交。我相信他一定会见到比郑丽文主席更高层级，就是科室层级以上的人，因为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我们也希望走出去之后，可以带回来更重要的外交好消息。这届成员按照政党的比例，民进党团由立委邓冠廷、李碧的桂玉晴代表，国民党团10日抽签，抽到林书明、赖树宝甲杨庆英做伙去。民众党团派洪玉祥。根据了解，这届行程有机会见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甲国会参众议院等等，而且可以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由我们最具专业的洪义祥委员来代表党团陪同韩院长一起到美国出访，因为他有科技的背景，对 AI 对半导体的产业非常熟悉。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哈，那么所以韩院长去美国访问，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会外交。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针对南亚头人小连续出国变外交，敢是甲2018年的总统大选有关系？国民党立委强调，会当行向世界拢是好代志，外界免想伤济，甚至认为国民党已经传达台湾社会无共款的意见，和美国对南亚产生兴趣甲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提出第7届29个监察委员的名单，也毋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伊主张废除监察院，嘛建议在野党全部否决29个提名人。另外，伊的民众党团今仔嘛批评监察院已经真做是政治的工具，表示讲会封杀所有的提名人，嘛会甲监察院所有预算拢抬掉。伊嘛主张讲，要赶紧来启动修宪。在修宪废除监察院以前，将冻结监察院除了相关必要的法定义务支出及人事费用之外，监察院的预算，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把它砍到0。修正委员，台湾民众党有没有招委？有啊。中国国民党有没有招委？有啊。民进党有没有招委？有啊。小弟我就是啊，想要的喊得最大声的，你就召集嘛。修宪委员会是存在的嘛。大家来开会的，大家来讨论嘛，不要对社会去喊话，这个都喊假的，没有决心嘛。民进党团是指出讲，蒋万安过去做立委的时，将对废除监察院是无任何的作为。那真正有心想要推动，应该爱拜托党内立委提案来修宪，嘛呼吁民众党赶紧来召开修宪委员会来开会，唔通后悔监察院议题，干那真做是政治的嘴烂。再来看法务部的调查局，今仔公布去年12月抓到一件毒品的走私案，查到353公斤的K他命，281公斤的海洛因，价值103亿，是有史来上大件。行政长杜英泰嘛强调讲，毒品泛滥，所以准备要透过修法来加重刑责。骗发财、骗赚、
要开钱啊！连发财！海巡人员伫真歹海上中执法，甲停伫咧琉球市西南边海域进行毒品交运的滨东渔船添发号38号查落来，搁讲起哩，共查到353公斤可他命，搁有281公斤的海洛因。这毋但超过这3档海洛因掠到的总量，搁创下海洛因查到量的上悬纪录，是达103亿。尤其是年轻一代受到毒品的一个威胁，所以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毒品如果流进了一个市面，那这后果是不堪设想。这是法务部调查局去年12月破的走私案，开2档半的时间，将大量毒品为缅甸出来，经过辽国、泰国出海，过程中还有美国缉毒署提供证据协助。Drug trafficking does not respect borders, and our ability to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from the impacts of drugs relies on the strength of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What we celebrate here is proof that strong partnerships produce strong results. 行政院长戴永泰指出，面对毒品泛滥问题，各单位共同联防，为源头打击掠外，行政院嘛透过修法加强相关刑责，遏止不法。不管它是制造、运送、贩卖，乃至于持有，包括电子烟等等的性质，都提高了刑责。我们会一个礼拜快速的来提出，希望提出之后，立法院能够迅速的审议，让刑责提高，范围扩大。也能让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内真正落实打击不法。啊，那近期毒驾事件不断，戴永泰表示，行政院已经提出修法草案，希望建立司法防线，卖为装备训练等方面全面提升第一线执法人员的安全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有民意代表第2回质询，烦恼讲即马有真侪电子烟哦，用设计做真古锥、吊水的物件，网络凊彩拢有通买，对青少年的影响是真大。台南市教育局嘛强调讲，会加强来宣导，卖甲其他部门对源头甲通路来稽查。民众手提粉红色那像饮料杯캔仔，因是看甲无飒飒，完全唔知要安怎用。不过这其实就是最近豆豆流入去豪横的新型电子烟年地杯。台南市有机关咧质询的时，直接摕网络买的年地杯来检测像这款的产品，即阵封做是随身碟，也是7毫米，兼个用口味侪无分别的味素来拐骗少年啊使用。小孩子啊哈会喜欢啊，会抽上瘾啊哈，就不好了。小朋友很小，这个还不太知道。了解，那你会担心吗？如果说像这也是会啊，当然会啊。老师又没有看过这种东西，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玩具，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那让孩子们觉得这个是可以用的，事实上它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是禁止的。第一线老师坦白讲，现初是要掠，确实有影难，因为新型的卡波味和传统的烟真无同。那阵学生用外套暗号咧上课偷食，老师嘛真歹发现。加上网络买真利便，也是学生互相转手卖。最近豪横的使用率有提升，嘛显示这个危机。另外，除了学校有装到特定人员，无嘛根本袂当抄册包，这嘛是目前第一线老师遇到的困境。学生告诉我们哦，只要在短影音点一下就可以买了。超商取货甚至走到夜市里面就可以买到类烟品，可能就会利用升旗或者是统一的一个时间播放影片，让老师增加知能，还有学生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教育局今年4月订定电子烟有检验及处置流程，学生如果有使用电子烟的情形，必须接受戒烟教育及辅导。也会同步进行尿液筛检。这类产品若成分标示无清楚，嘛有可能互人掺依托米子等新型毒品。廉治教育局回应，有和相关单位合作，12支宣导影片来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未来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甲稽查管制，对源头通路到校园来做防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中部有校车的司机有 HIV， 佮拐骗真侪女性发生关系，至少到5个查某人去围着。外界是质疑讲，这个司机早就互考做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咯，也毋过说拢无强制来采检。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强调讲，若要求讲爱强制采检，即恐惊一寡高风险的人哦，在暗卡唔肯来接受医疗，所以会暂时维持现在的制度。
之前有中部的校车司机涉嫌隐瞒 HIV 人类免疫扩发病毒感染的身份，甲真侪位女性发生危险的性行为，目前已经知影有5个人染到 HIV。外界质疑即卖制度因为人权的保障，对 HIV 接触者并无采取强制采检，接触者追踪甲管理可能有空旁。因为他让你知道，他就必须去接受到很多强制的限制的话呢，那这些人一定会隐瞒自己所有的性相关的一些病史，那你反而让这些人变成一个黑数。专家表示，即马人类免疫扩发病毒传染防治甲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又搁减轻艾滋条例当中规定，卫生单位若发现 HIV 感染者透过性行为等等方式传播了后，会通知接触者应该接受体检，但是接触者会当家己选敢要接受检验，若拒绝配合，也敢若会处罚。除非即马修法改做只要通报就强制采检。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好，不是像有一些这个传染的途径是空气或飞沫传染。那我们要强化的是说，那么在各项的就医过程当中不得隐瞒。接种量强调，当初立法都已经讨论过，强制采检恐惊造成疫情调查困难，无法度掌握藏起来的感染者。除非有新的考虑，若无暂时维持即卖制度，也强调已经成立中央甲地方的专案工作小组，整合相关的资源，提供案件相关人适合的医疗处置，甲拄着这种代志支持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有5000间融资公司，也毋过只有26间有立管。有真侪诈骗集团拢会透过这种融资公司来骗钱哦。所以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制定融资专法，参考日本甲韩国的制度来进行分级的管理。钱就直接到了户头，又被一步的指示转进到所谓的投资的平台。几天后，跟我说要结婚的人消失了。贷款的代办人也找不到。李小姐透过网络交朋友去拄到诈骗集团，对方叫伊甲融资公司借钱，伊借38万，钱尾啊，互诈骗集团骗去假投资，上头空。拜二有民团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指出，伫国内融资公司是合法的，而且借钱条件较零，所以互诈骗集团有机会软制度的空棚拐钱，要求政府要赶紧制定融资业的专法。信用卡、现金卡或信贷越来越严格，所以其实很多人透过网络上的信息跟融资业者，不管是公司行号或个人借贷，但是这些融资业的规范完全没有，也不是本委员会所能管的。那就立专法来管理呀。民团用行动剧演出融资公司无法规范管理的困境，因为目前全台湾有5000间以上的融资公司，金管会所干立管26间，而且是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融资业的规范有限。搁因为融资审核较零，放款较紧，诈骗集团会先甲受害者骗到无钱，搁介绍伊去借钱，致使受害者的钱还袂了。学者讲，目前融资制度无明确规范利息的上限，借款的多少，显示政府对管理的力头无够。就是它不合理的利率、不合理的合约、那不合理的催收、不合理的广告条款，还有最重要的是，它放款给不适当的族群。你如果是在单一个地方区域你在执行业务的，那你就归那一个地方政府来管辖。但是如果你是有跨辖区的、跨地方区域的，那就由中央的这一个单位来当你的主管机关。民团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制定专法管理融资业，若无诈骗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记者吴金勇、志工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这个月15有一台美军的 B-52轰炸机起飞无偌久，熊熊摔落来导火，8个机组人员拢不幸过往，现场嘛已经封锁，在进行调查。对空中看落去，一大片沙漠烧甲草火搭，现场阁继续咧庆高烟。大队消防甲急救的车伫四边抬兵。美国空军一架 B-52动运站堡垒轰炸机，15伫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飞上天了后无偌久，熊熊坠机。顶面的8位机组员全部罹难，包含美军的现役军人、政府的雇员甲民间的承包商。军方表示，这架轰炸机适当时当咧执行平常时的测试任务。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确认现场画面了后，军方判定这是一站无法度挽回，而且无人挖落来的地面的坠机。B-52轰炸机自1950年代服役到今，是现役上资深的轰炸机之一，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主力，会当挂上几架核子武器。因为无人机已经差不多烧到乌有去，增加调查的难度。军方紧急成立安全委员会收集初步的资料。At this point, we don't have any indication as to what the cause was of this. We won't be able to release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don't have an ability to get that anytime soon.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 interim safety board to do the initial gathering of the facts, and that will then lead to a safety investigation board, which will look into those root causes. 这站事故是 B-52轰炸机对2008年迄站伫关岛附近海峡坠机致使6人死亡的事件以来，上严重的地面飞行安全事故。军方表示，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按算至少要30天才会当出来。伫理清真相的时，军方也全力协助罹难的美军因的家属处理随后的代志，陪伴因度过这个艰苦的时刻。公司新闻电视人北益。英国宣布讲，准备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包括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网络平台，嘛要来封锁网络甲游戏平台的直播，望讲会当来减少对青少年的影响。按说讲年底会甲法案送到国会，顺利的话，明年的春天会当实施。英国首相施凯尔6月15日正式宣布，英国会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群媒体，而且对游戏甲直播平台实施全球上严格的限制。透过严格的年岁验证机制，防止伫少族群受到有害内容，也有对网络的影响，互因甲当年找回来。It will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t will make our children safer. It will make our children happier, and will give them more time, more security, more freedom to grow up. More opportunity. 这项互人讲作是澳洲升级版本的社群禁令，16岁以下的离少族群会全面禁用 TikTok、YT、IG， 并且也有 X 平台等等。这项禁令也扩大到游戏平台，严格限制16岁以下族群使用网络直播的功能，而且禁止甲千份人互动传信息。也毋过禁令无包括一般通讯软体、教育服务、电子商务甲音乐串流媒体。预计今年耶诞节进前，甲法案送去国会，2027年春天就会实施。这项禁令，互真侪离少族群唔知安怎反应。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9 hours. 9 hours. So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time to fill. And what will you do? Stare at a wall. Stare at a wall. 英国各大民调机构伫禁令宣布进前发布的数据，民众甲家长对禁令拢有真悬的支持度。部分民调赞成禁令的家长甚至超过90%。不过，嘛有人认为囡仔伫网络接触遐的信息，就是家长的责任。政府已经越权，专家是警告，实施禁令毋是唯一的解决的办法。澳洲就是正明显的例。Clearly, the ban in Australia has been introduced fairly recently. And the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at ban indicates that approximately 2/3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not following the ban, so they're finding a way to still access social media. 面册保公司 Meta 表示，英国这项禁令无法度维护儿童的网络安全。学者也表示，禁令有可能互离少族群转去更较无安全的、无欠命的网络，产生更较侪问题。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兰和邓慧琴，伫113年拔出讲收钱，替6个在职专班的学士各有博士找人来代写论文，摕到学位。今日头地方法院当时以贪污罪分别是判有期徒刑7档、甲5档2个月，褫夺公款2档，因是会讲搁上诉。这2个人是咱全国头例未学位、互判刑的教授。
学生人数超过26000人的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是全国上大的科技大学。不只113年所传出，监管系2名专任教授王嘉南、邓桂钦涉嫌甲学生收钱，以硕士10万、博士32万的绩效来代写论文，考试的时阵买到护航。检控查出，拢总有2名学生靠这款手法摕到学规。桥头地方法院15对8名涉案师生宣判，其中王嘉南、邓桂钦以贪污治罪条例红判有期徒刑，成为全国头一个因为被学规红判刑的教授。谭慧清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月。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请教授帮你代写，那当然是肯定违法的。因为不是自己的创意啊。唔但2名教授红判刑，涉案的6名学生也分别红判6个月至7个月有期徒刑，管刑2年至3年不等。对此，高雄科技大学表示，学校非常重视学术伦理甲自律，代志别康了后，就需调开教评会，对涉案的2名教授甲6名学生来做出定处。唐姓老师，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召开教评会，把该名教师呢给予解聘。涉案的王姓老师呢，给予终局停聘2年。那么对于涉案的学生，那也给予撤销学位跟毕业资格。高科大强调，因尊重法院的判决，因为目前也会当上诉，校方会继续追踪，嘛会针对审判的内容来召开专家会议，不排除会阁启动新一轮的行政定数来处理。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宜兰的检调早起搁在针对宜兰县消防局虚报参会发动第2波的调查行动，所在消防局长徐尚义的徛家搁有办公室来进行约谈。局长是表示讲，伊相信当年是清白的。宜兰县消防局长徐尚义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之下离开局长室，面对媒体的问题，表示相信当年拢是清清白白。我相信我们同仁是清白的。这是检调针对宜兰县消防局第2波的所在行动，所在徐尚义的徛家、消防局局长室、行政科等等的所在，佮甲徐尚义餐厅的头家等等的人约谈。经过检调初步的调查，消防局办理局长所救对国家认证计划结婚作业的时，怀疑有承办人员学校的面貌甲实际消费状况无同，而且袂当学校的酒，消防局嘛照常以公费学校。伫顶1波的所在行动检调，就如伫迄时担任抢救科的科长张顺尧，实际承办的省内科员各10万块银交保，省林的科员5万交保。徐尚义后续约谈了，伊寄送地检署复讯，检方无排除会强制处分，专案向贪污治罪条例方向侦办。我还不知道嘞。因为早上来县府就一直在开会，所以宜兰县政府伫消防局防所在时，拄好召开管务会议。徐尚义请假无出席，由消防局的秘书代理县长林木成表示，唔知影这个案件，等待检方厘清。县政府伫顶回所在行动了后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查的阶段，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早日互真相清清楚楚。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新竹市高水路便当店加速爆炸，造成2个人死亡。新竹市的消防局这礼拜开始，针对全市2400多间餐饮业者的加速桶、提人加速和管线全面来稽查。头一日就发现讲有加速的管线漏开。对业者来到餐厅后壁灶骹检查加速桶敢有放好势，用专业机器来详细检查管线敢有漏加速的状况。这样子怕说有些开关或软管会漏啊。就这样子，我们用这个红外线来扫射这样。业者讲，平常时咧使用加速，把真注意，没用的时阵一定拢会随甲加速开关紧起来。阮下班哦，最后一个人都要巡视一下哈，要关了。检查对因来讲，较安全。真好啊，真好啊。安怎讲？安尼对大家人身安全都很重要。厂商来帮我们做安装，如果说他的观念是正确的话，他的安装的手法，他的是正确的方向的话是安全的。那其实我们在后面第2段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 OK 的。事故发生了，新竹市计划自这礼拜开始，要伫3个月内检查全市2400多间的餐饮业者。稽查的第1天就发现有便当店的加速管有漏，要求店家限期改善。检查项目包含瓦斯使用安全的情形，以及一些消防安全、建管相关的一个情形。我们发现这个防止倾倒装置大部分都没有安装虽然只是行政指导，我们也尽量的要求业者，以避免说在发生地震
或者是剧烈摇晃的时候，瓦斯倾倒，扯断了瓦斯管线，造成漏气。消防局也呼吁徛街的民众，若有瓦斯桶，上好放伫通风的所在，避免瓦斯漏唔知造成灾害。买固定好势，避免发生地动的时，瓦斯桶倒去、管线断去，发生危险。而且必将时啊，买定期检查，确保使用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个食品企业工会哦，早起去到动部抗议，因指控讲公司违法停靠工会会费，佮无要互员工来签会务假，打压工会干部。工会伫去年12月有向劳动部申诉咯，也毋过哦，到达佮无消无息，伊嘛批评劳动部失职。嘉禾公司违法连连，劳动部还在睡。嘉义食品企业工会拜二伫劳动部头前抗议，工会指控。去年8月，影响公司争取福利，公司就开始对工会不利，唔但违法停靠会费，主动会务假，也打压工会干部。从去年开始，9月就是违法停止代扣会费，再来是拒绝提供团协必要资料。今年2月开始，第一次直接拒绝我们会务假。在争议期间不应该记我们旷职，或是任何不利对待。但是我们跟他说完之后，他仍然还是记我们几位干部做旷职的动作，甚至减薪。工会表示，去年12月，因就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的申请，说到今拢也未开过任何会议，所以来劳动部抗议。劳动部也派人出来接定情书。表示已经有安排开会时间，也强调会依法行政。这个裁决申请案件已经定在7月1号下午2点要召开初审会议，然后裁决委员会会依法来进行审理。那如果经裁决委员认定雇主有违反工会法或者是团体协议法的规定的话，劳动部一定会依法进行裁处。针对工会提出的3项指控，嘉义食品公司是发声明回应讲，会务假的申请甲核准，拢依照工会法处理。公司代扣会费的部分，是因为收到当前正式的通知，讲无愿意对薪水扣才做出调整。也强调对任何甲事实无符合的指控，也是损害公司名声的言论，公司会保留依法主张权利的空间。记者郭佑基、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台电的人员哦，最近伫台北线中华便道的时间，刷雄雄看到台湾乌熊，因就随去通报。林保署佮学者评估，当地哦是台湾乌熊活动的范围，所以呼吁经过附近人都爱特别注意。乌色的大熊也伫树林内猛烈撞过，台电大卡溪发电厂施工人员这个月初4伫台北线林37中华便道这路溪附近进行工程的时，看到台湾乌熊出现，赶紧通报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台8/37线中横便道区域目击台湾黑熊出没，该区域为特定管制路段，人为干扰少，原本就是黑熊活动的范围，提醒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应小心注意，避免人熊冲突。林保署表示，当地原本就是乌熊的活动范围。2015至2024年，捌伫大雪山掠放过10只台湾乌熊。即届出现的地点伫海拔1200公尺，毋是青山地区。乌熊的身份佫需要调查。若中华便道路段目前受公路局管制，敢若梨山地区的民众、工程人员、紧急救护车会当使用。提醒用路人得爱注意。有熊在它潜在的栖息地分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习惯这件事情，进一步监测熊出没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吸引物导致它下来，让熊进一步去侵扰。这个时候对熊不好，对民众也不好。因为台湾乌熊出现地点离中华便道相近，林保署呼吁为着要避免人熊冲突，学者认为当地是台湾乌熊的活动范围，建议开车若拄到爱随放慢，唔好惊嘛，唔好喐，冷静坐伫车顶，乌熊会家己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之前宣布讲，准备要来吞海造地处理废土。环保团体早起是指控讲，台中港的吞海造地计划，开发单位无做环评，佮违法施工，恐惊会害死已经存无到50只的中华北海猪。伊嘛要求讲，应该马上来补做环评。国家正进入一个大填海造陆的计划。
行政院长倒用泰国车到高雄港，伊讲台湾进入国家级屯海做路的计划，要来解决国内营建土方无地坑的问题，这是土地开发利用的重大政策。不离个再起宽团针对中华北海地重要的棲息地，也就是伫台中港的屯海工程，因批评交通部将开放海域定义做是伫咧捕花内底，互规个开发的行为即马拢免宽屏，批评这根本就是咧偷食步。我们认为这个做法是严重的作弊。宽团指控开发单位就安尼家己画一条线，就认为台中港南屯风区伫咧捕花内底，若收的土方自一开始200万路贝增加到1400万路贝，这个会摕去屯海，拢是无法度处理的砖仔角、黄门土角、染着化学物的废土，甚至是焚化炉烧出的灰。填海造陆绝对不是循环经济，它只是把海当作掩埋场在填而已，所以它是最终处置。宽团上界烦恼的就是即马数量剩无到50只的中华北海地。填海造陆造成的影响，不只是海岸线改变而已，它整个基地的生态功能都会消失。填海造陆不会制造更多资源，反而会创造很多的浩劫。即马南屯风区敢真正伫捕花内底免宽屏咧？环境部表示，交通部的回函有关是讲甲无清楚啦。觉得他没有实质提出说，在既有堤防防波堤防护范围是否属范围，它的相关认定方式跟依据，他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3月宽团举行记者会，质疑环境部接受交通部的讲法，放任开发的行为免去宽屏。会后环境部发函，互交通部要求说明。若即届回复环境部并无接受，要求交通部爱重新说明，伫11进前爱回复。不离个疙瘩也未收到交通部的回复。若是国土署强调，这屯海土方受限定的污染较严重的B7类是袂使入去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研究发现，目前一种叫做 BET 抑制剂药物，针对癌症的免疫治疗，会当来重新活化无期的后继 T 细胞，开互 T 细胞的对抗肿瘤的能力哦。研究团队讲，这款 T 细胞就亲像考试已经考袂落去的学生，抑制剂哦，就亲像啉了会有溃烂，会当搁再出发的能量饮料，会当来开互元气。这个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顶尖的期刊，为癌症的治疗予新的希望。人体内底的 T 细胞就亲像消灭癌细胞的头号战士，不过若是肿瘤一直存在的时阵 ，T 细胞就因为过热，豆豆进入全豆豆的失灵状态，失去攻击力。台大病院发表上新的成果，找到会当甲失灵 T 细胞救醒的关键机制，因发现一种表观微团药 BET 抑制剂，有机会通突破即马免疫治疗的关头。它能够把我们体内免疫力功能比较差的 T 细胞重新活化。那因为在癌症病人的体内呢，它的 T 细胞是属于一个失能的状态，我们叫做耗竭 T 细胞。那一般当 T 细胞耗竭的时候，它就没有能力可以攻击我们的肿瘤细胞。过去要对抗末期失灵的 T 细胞是不能硬斗，不过根据研究团队画的都是说明，这个失灵 T 细胞亲像红暗暗电死伫遐，致使因无法度执行功能。BET 抑制剂就亲像一支精准的锁匙，会当拍开这个锁，重新活化 T 细胞的功能。伫肺癌、鸟鼠的模型中，嘛当看到实验成果。它要能够运用到临床呢，那大概还要再经过一个是药物本身的优化，那再来呢，那它要做临床试验就要看到它真正的疗效。当然从老鼠看起来那的确它是有效的，它会促进呢在整个免疫治疗的一个效果。虽然目前研究也伫咧实验阶段，不过有望提升免疫治疗的持续效果，让 T 细胞恢复战力，维持长期抗癌的能力。这项突破性成果，嘛伫今年5月登上国际免疫学领域 Top 的期刊，为克服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医疗新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民雄有一间庙哦，厝顶是挂2罐肉粽，有真侪民众是真好奇。庙方是讲，这2罐肉粽嘛已经有53档的历史了，什么意义伊嘛无解清楚。研究地方宗教的学者是认为，这应该是祈福甲求平安的意思。抬头看向厝顶庙的中脊顶面有挂2罐肉粽，肉粽互香火熏甲变色，因为挂的所在真悬，无详细吹阁看袂到。庙会注意讲，这2罐肉粽已经挂伫顶面53年，最近是因为有人发现来问，才阁想起有这件代志。是伫62年
迄阵中建委员会上任的时阵大家用起的，嘿，到即阵换遐53档左右啊。但阮一个阿姑的囝才发现到，才伫甲因讲安尼，才豆流传安尼。即间伫嘉义县民雄乡的庙到今已经有将近150档的历史，为虾米要伫中职挂肉粽？庙方主委嘛无清楚。向今年9月，就是当初是包肉粽的长辈来请教，伊嘛讲毋知影。附近中正大学研究宗教建筑的学者指出，中职挂粽可能是合迄个音有祈福的意思。是安那要放安尼，你敢知啥原因？我唔知。你唔知哦？我叫我包，我就甲包我无。我嘛唔知。一罐白几粒？那买几粒我嘛袂记，几粒？可能15粒吧，看不上会对。粽子如果是取它的那个谐音来，粽的话，它有一个刚刚好，就是对得上的那个意思。有人说，这个粽子因为它跟那个重量很重的那个重谐音，所以呢，那也就表示你这个量放上去之后，它会非常的可以承重。教授指出，庙中职挂肉粽的风俗，伫外县市一寡庙嘛看会到，不过伫民雄地区确实是真罕见。庙方主委表示，虽然唔知影原因，不过庙嘛因为这两罐肉粽，请一寡人专工来遮看，以外替传统的地方信仰带来趣味的话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世界杯举办嘛带动真侪商机。伫迈阿密一间酒馆，卖引各国国旗 A 型的酒杯啊，来啉酒杯啊地当查找。伫咧巴西鸡卵的店嘛推出卡球造型的鸡卵糕来替选手加油。葡酒迈阿密酒的调酒师展现手游的绝技，一时就将鸡尾酒倒入球鞋造型的酒杯啊，详细一看酒杯鞋啊，搁印附德国国旗。礼拜日世界杯乙组比赛，德国队古拉索，这两杯鸡尾酒明显是为德国队加油的人客调的。You're supporting your team.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ose sort of items, and it's really cute. So. 迈阿密是这摆世界杯主办都市之一，当年当地比赛15才开始，不少卡球迷已经进入这种运动酒吧。酒迷讲，无论是装伫球的造型、奖杯造型、酒杯内底饮料，配合球赛主题，啉起更较好啉。无论到一个国家比赛，这间酒吧拢应对的球的酒杯，饮料也个人提转去。除了啉酒相机，真爱卡球运动的巴西药店新师傅推出卡球造型的鸡卵糕，顶悬为甲巴西国旗同款的色水。E assim, a Copa, a gente vive da Copa. O Brasil respira futebol e a gente se une pelo futebol e tudo. Então eu queria criar alguma coisa realmente que fosse muito especial. 可卡迪亚是这两个克罗埃西亚球衫专家，因10年来收集6000件各国卡球选手的专业球衫。Ovo je prvi hrvatski dres sa utakmice protiv Amerike iz 1990. godine. Ovo je dres iz Francuske, 98. Tad smo osvojili 3. mjesto. Ovo je dres iz Rusije. Tu smo osvojili 2. mjesto. 两个专家估算，为球衫到球鞋顶各种纪念品，总价达300万到500万欧元。不过这拢是唔是买物件，因打算有一天开一个博物馆，而且会继续收集落去。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早运动部正式讲，中华奥会应有主席林鸿德今年3月才上任国训中心的董事长，也毋过才过3个月，已经向运动部请辞了。因为9月特别参加日本名古屋亚运，国训中心董事长林鸿德请辞的消息是受到关注。运动部是表示讲，真感谢林鸿德对国训中心各有基层运动的贡献，也强调讲运动部会提供选手培训甲协助，继续来备战亚运。国训中心的运作是未受到影响。最近无人机卡球伫校园是真死行，伫南投的草屯就办一场无人机的卡球赛，全国就有超过40队报名来参加，那么做伙来看卖。这是伫南投草屯举行的无人机卡球比赛，虽然是在地小小比赛，煞吸引到台北、台中的选手来参加，学生啊足介意弄来弄去的算法。草屯镇长讲，无人机产业是未来的趋势，会当有正大的发展，互囡仔自细汉接触，等于是成长也优势。以后的趋势，AI 的趋势嘛是咱无人机的天下所以讲，咱从小。咱小朋友都更加了解如何操作无人机更了解无人机。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撞对手得分你会有一个爽感，
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就会有继续想要飞的动力。伊就是头起身引进无人机卡球，进入行的教练蔡中义。伊讲无人机卡球除了会当互学生学无人机的操作，嘛会当当做拍电动同款。目前南投差不多逐间国中小拢有学生咧耍无人机卡球。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比较好，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在你面前，而且有一个声音，然后会比较舒压。我拢一开始互囡仔开始耍。因为算上简单嘛，慢慢啊，对中内底就发现讲，我是安怎背书人，我是安怎落美亚人，啊，伊内底伊就慢慢去改进，啊，慢慢进步。讲较直接，后摆战争搞不好，哪一个靠这个囡仔，你无训练这个选手，后摆你要突然之间要动用到这个人，其实足困难的。所以为细汉就爱开始用啊。无人机卡球是一种结合遥控无人机和卡球战术的科技运动，嘛互运动部提出新的运动发展计划。比赛爱3个人一组，讲好什么人进攻，什么人防守，团队合作，嘛互学生增加沟通能力。对游戏内底去学习操作的技术，嘛是未来国家科技教育的重点。记者安英秀南投报道。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表示讲，受到锋面地区佮西南风的影响，今仔嘛是会落雨。中南部佮金门马祖嘛是会落一寡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明仔载中南部雨水会减少，也毋过哦，伫东部过昼嘛是会落雷公雨。拜四开始，各地都是好天、小热的天气。到了礼拜4之后，水汽进一步的减少哈，可以看到中部跟南部，除了南部在清晨有些零星的降雨状态，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稳定的，只有在中部以北、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而这个状况一直到礼拜6之后会更加的减少，午后雷雨的区域会更加的减少，那天气呢则会以多云到晴为主。台湾话讲，未食5日节特送哦，破休唔甘放。意思就是讲5日节咯，还未过煞，天气哦，拢个真无稳定。外人的衫就先唔通收起来。一礼拜5就是5日节咯。气象署嘛表示讲，拜4开始就会愈来愈烧热。拜6各地就拢会到33度以上。拜3到拜5，台中、台东哦，嘛有可能会有火烧风，所以提醒民众天气上过热，就要特别注意吊伞顶热伤害。下半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